迄3厂离合机17就要停机退休咯，知影党是提案要修法，要互迄3厂延役。今仔议会会来审议迄组反映去实施管制法的修正案。若要拄达成协议，落尾的版本是上长，会当搁约20档哦。也毋过，另外是批评讲有真侪修正案的版本拢还未整合，若通过这根本是误想修法。几日家园倒头算，玉山厂2号机17就要停机除役，知影党厂伫个除役进程提案修宪管法，要互玉山厂来延役，希望较紧来完成大院的审议，延长核电厂服役的年限。另外嘛，爱放宽停课条件，经过协商，若要达成协议，推出延役期限的上尾版定做20年。我们看一下全世界的先进的国家，包括美国、包括欧盟、包括日本，都是一次20年以上。可以到80年。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以及共同提出一个版本，是一个安全又合理的版本。立委质疑讲，国民党原本的版本是有10几个，而且嘛无达成社会共识，根本都是凊彩修法。黑箱版是什么条文，我们还是没有看到。那这样可以表决吗？这样应该表决吗？反核团体是坚决反对核电厂的延役，但是支持核电的团体是有无同看法。修法内容的版本是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就代表国民党跟民众党根本不晓得核安标准跟核安的讨论，他不进行实质讨论，他就要进行表决，这个其实对我们核安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。可以减到完全的很低碳，我觉得发电的过程它不会直接排放出二氧化碳的话，那就还是需要有核能跟再生能源。对核管法的修法，行政院长杜英台讲，就算修法通过，核三厂嘛是需要依法来除役，再个讨论停课。照台电的估算，核三厂停课是需要3档半，期间就算是欠电嘛，无法度靠核三厂来解决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